人面册想要答啥物？参加研讨会了，看到你认真整理笔记，抛去人面册，互分享74摆，造成真大的回响。一个大人物想要来熟悉你，我真好奇。你讲，因为认真的人无济，认真阁无私心的人嘛无济，认真无私心，阁会用心分享的人更加阁较少。有心的人若看到认真、愿意分享、文笔阁好的人才，当然想要来熟悉。有人想要约你食饭，有人要请你，有人透过人面册想要甲你做朋友。目一个年，规阵人想要找你。某一种程度确实会淡薄仔困扰，毋过我心内还是替你感觉欢喜，因为你是遐尔啊拍拼。即马有无共的人看到你认真阁优秀的表现，是真好的代志。人面册是一个经营家己、自我宣传推销的管道。即马的人想要熟悉你，毋免和你见面，先伫网络 Google 有关你的消息，就大约知影你有几两重。是讲现在人面册的观众甲族群有即款的现象：文章伤长，办大看；影片伤久，头前无够趣味，后壁就免讲啊。或者是挑一个人一个，看几若秒无兴趣就关啊。相片回应的效果上紧，直接甲伊饲赞。就算足无内容的相片，饲赞的人还是比有想法的文章、影片较侪真侪。并毋是要计较有偌侪个赞。第一，对遮通在一般大众所行的口味甲吸收资讯的深度。第二，会正经来看你文章内容的人，甚至甲你回应、讨论的人，咱嘛会当就安尼了解对方的理念，知影你所表达的有互人用心看待无？伊是啥物款的观众族群，对即点都看会出来。对我来讲，我感觉爱较食分享的，毋是一堆食的、耍的，这伫人面册顶悬已经袂少咯。反倒转来，家己生活的小成果，无论是看展览的内容、阅读整理、对代志的感想、写文章分享，会互我有一直咧向前行，有咧进步的感觉。透过资料整理、自我回想甲反省，家己本身会当进步，写出来分享，提供讨论，甚至会有原本想袂到的回应。有建设性的讨论，关注对共同议题有趣味的朋友，大家才会做伙共同成长。